各位同學你好啊，我係圖書館主任劉老師啊。今日呢，我哋利用短片嚟做教學，請你準備好學生手冊擺上台面啦。我認為喺書包裏邊最重要嘅嘢呢，就係學生手冊啦。除咗裏邊有個人私隱資料之外，你每日要做啲乜嘢，要執啲咩書，喺學生手冊裏邊呢，都係一目了然嘅。最重要嘅就係可以透過手冊呢，家長同埋老師呢能夠互相去溝通。所以每一日無論你嗰日開 party 啊，或者陸運會啊，或者係旅行啊，我都建議你帶手冊嘅。好啦，我哋而家打開其中一頁嘅家課日誌啊，揾到正確嗰一頁，第幾週，記住要寫低每一日嘅日期啊！我見好多同學呢都輕視咗呢一樣嘢，冇記低正確嘅日期嘅。其實養成記事呢個習慣係好緊要㗎。即使係我哋大人啊，都經常會用手機裏邊嘅日曆功能記低自己要做嘅事同埋約咗人嘅日子喎，咁就冇咁容易忘記啦。係啦。學生呢就用學生手冊記低你要做嘅事啦。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其實每一日功課欄最邊嗰度有一格好細嘅格，你估係愛嚟做咩嘅呢？係啊，原來當我哋完成咗嗰一項任務之後，就喺旁邊加一個剔，細細嘅剔，代表呢已經完成任務咁解。鏡頭一轉，我哋就去到手冊功課欄嘅下半部啦。呢度都係提醒我哋每一日要注意嘅事項，包括個人嘅整潔啦，有冇帶紙巾啦，有冇剪手指甲啊，校服整唔整齊呢？有冇通告要簽啊？而家我哋呢就睇星期五，右手邊仲有一個好細嘅欄目嘅，記載住中英文默書嘅範圍。好，今日嘅主角出現啦。呢一個項目係今年新加落手冊裏邊嘅。呢一欄嘅存在呢，係為咗鼓勵大家呢每日都去閱讀30分鐘噶。中國數目字1、2、3、4、5、6，其實就代表星期幾啦。舉例啊，如果你星期一計過自己啊，其實我今日閱讀都超過30分鐘噶喎，咁你就喺星期一嗰格度加個細細嘅剔。如果唔夠半個小時嘅話，咁你就一剔一點啦。星期六冇睇過書，出咗街添，咁就打個圈圈啦。當一個星期完結咗啦，就請家長喺下邊簽翻一個名確認一下。到收堂呢，劉老師最中意檢查啲手冊有冇家長簽名噶啦。講完每周嘅安排之後，我哋就睇下78頁啦。如果同學放學之後想留低喺圖書館，就要留意啦。逢星期四同埋星期五嘅放學，可以申請留校使用圖書館閱讀。我哋同時，如果家長都想借書嘅話，劉老師可以開一張圖書證俾佢噶。想留校嘅同學就要提早1日之前，或者3日，或者5日都得。填好呢個表格之後，記住提早話俾班主任聽，班主任老師就會通知劉老師噶啦。留校使用圖書館將會喺10月份開始。希望學生手冊裏邊呢2個項目可以幫助大家培養到閱讀習慣。閱讀課嘅老師亦都會不時檢查下大家用成點噶。